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6号。這一期咱們繼續來學習一篇求是網的文章。這個求是網在國內這個輿論上宣傳這一塊，它的地位毋庸多言。大家都知道前一陣子求是網好像深夜發文章談到這個負向螺旋，也就是我們說的恐怖螺旋吶。那今天學習的什麼文章呢？8月2號。求是網刊登一篇評論，叫如何看待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溫差。為什麼要學這篇文章呢？也就是作為官媒，他現在也承認了宏觀數據和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也就是他承認微觀感受大，對吧？這個微觀感受和宏觀數據之間是有差異的。宏觀數據是穩中向好，向新向優，高質量發展，沒毛病。但是微觀感受是不一樣的，那至少作為官媒他承認了。也就是說我們說这個微觀感受不好的時候，不能簡簡單單說這叫唱空不能動不動就跟人發口罩連求是網都承認了。所以這個我們還可以來看一看他到底怎麼說的。作者叫景，風景的景，躺平的平。官媒大大方方承認大家體感不好，這總是好事，对吧？總比那些捂蓋子讓你閉着眼睛唱好的那也好得多，叫正视問題嘛。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頂住壓力，延續了總體平穩向新向優的發展態勢，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和活力，主要指標運行在合理區間。但同時一些經營主體和居民直觀感受到就業競爭加劇，收入改善不及預期，宏觀總量與微觀體感之間存在溫差。宏觀數據是經濟的體溫計，微觀感受是百姓的體感溫度，都是真實的。所以有些小粉小紅就不要老說人家說不好的就是唱空，官媒都已經承認了都是真實的，只是測量的維度不同，辩證看待不同維度下的溫差，才能準確把握經濟全景，不被局部體感偏差放大焦慮，帶偏預期。溫差並非今天獨有，更非我國獨有，而是經濟發展中的普遍現象。經濟體量越大，經營主體越多，業態越豐富，這種溫差反而越常見。有人說如果只看房地產，你會覺得經濟正在經歷一次長期調整的陣痛。再關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賽道，你也會認為眼下正在進行一場火熱的經濟賽跑。一方面消費不足，貸款放緩現象持續顯現，另一方面文旅市場活力充沛，潮玩產品百花齊放，科技企業融資額、耐心資本規模持續擴大。近年來這種溫差幾乎成了所有經濟觀察者的共同感受。那我再增加一個感受這個大家可以自己補充。當然了，這不一定是对的。比如紅綠市場，你要從指數上看，那絕對的慢牛從2400點一直，對吧？2600點呢，一直反彈，現在3900點，難道不是慢牛嗎？絕對的慢牛，從指數看但是具體到個人呢，絕大部分人是在做貢獻，只有一小部分人賺錢。所以指數上看宏觀上看，那和微觀散戶之間那是有溫差的。大部分金融消費者現在是在，对吧？求解套，求給次機會，讓他能夠出去，不想玩了，是不是這樣？大魚吃小魚的遊戲，這個資金額排前5的人賺了那個資金額排在後85位的。這個求是雜誌說他說溫差的產生首先源於視角的不同。宏觀數據立足於生產端，產業產出擴張，庫存增加即技術增長，衡量的是單期全社會財富的增加，算的是產出占。而微觀主體站在需求端，切身感知的是消費、訂單、工資、現金流，體會的是當下的實際冷暖，過的是日子賬。他說的也對GDP 統計的是生產總值。比如說汽車，那10萬塊錢一輛的汽車生產出來了，那 GDP 就增加了10萬。但是這個10萬的車呢，
它並沒有賣，而是放在那個爛尾樓裡面，放在裡面賣不掉啊。那它是什麼呢？不知道啊，反正 GDP 裡面多了它那個10萬，然後消費者並沒有任何改变啊。那個車對吧，也沒有送給誰，或者也沒有去處理，反正就是堆在這個爛尾樓那個停車場。當然了，更進一步說啊，如果是在廠家的庫房裡面也一樣，也是賣不掉。但是 GDP 裡面是有它的，而生產端熱火朝天，未必能馬上轉化為需求端的紅紅火火，傳導到實質便會帶來溫差。我剛才說了啊，如果這些東西它就不傳導了，它就在庫房裡變成積壓產品，那恐怕就不是溫差的事了，那是災難了。其次，總量數據反映的是總規模，自然會忽略行業群體區域間的差異。目前我國登記在冊的經營主體達 1.89 億戶，分布在不同的賽道和上下游環節，有人身處風口，有人困在淺灘，對經濟走勢的判斷自然不同。此外，價格因素也加了一层濾鏡，物價持續低位運行，使名義增長與實體真實體感之間又被拉開了一道口子。更讓人們難以判斷的是經濟增長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形。过去的增長多體現在高樓、工廠、公路上，國內生產總值也是清晰的物理輪廓。今天的增長越來越藏在算法、代碼、專利、實驗室中，它們同樣在創造價值，卻變得更加難以觀測。實際上啊，今天的這些增長不僅在物理上難以觀測，沒有那麼直觀，而且它給我們帶來的是直接的傷害。也就是這些，你越發展，失業人越多，對吧？第一刀先砍向碼農，碼農的崗位越來越少，然後很多白領，他的崗位也會越來越少啊，都由這些人工智能取代，價值還沒創造出來，勞動者已經失去了崗位，那當然會更冷。溫差存在的更深層原因，在於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經濟運行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分化。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啊，各行業本就不是齊頭並進的，有快有慢才是常態。這是由發展階段和技術水平決定的。新技術、新產業冒出來，舊行業、舊崗位就要收縮調整，這是經濟新陳代謝的客觀規律。這就是我們說的啊，咱們 K 型發展，那個 K 型向上那條腿啊，它不僅不能反哺向下的這條腿，它還要向下這條腿的血，對吧？而向下的這條腿涉及的行業更多，從業人員也更多，那大家就感覺到越來越冷，感覺到冷的人就越多，不就这道理嗎？但那個 K 型向上的那條腿啊，那些人含淚是吧？套現，含淚去買30萬一平的房子，2個億一套的，那他們這些錢大部分都是金融消費者啊，獻愛心捐的，自己饅頭加榨菜，吃拉麵捨不得加個蛋，但是他有錢捐給這些新貴，好讓新貴啊能換大房子。新與舊之間也不可能無縫切換，中間必然有一段青黃不接的時間差。當然，他說我國智能經濟、綠色經濟等新業態蓬勃發展，但在整個經濟大盤中佔比仍然有限。傳統產業在製造業中佔比超過 80%， 新動能增量尚難以完全對沖傳統製造業收縮帶來的影響，行業間的冷熱不均進一步傳導至收入端，部分高增長行業拉高平均水平，而一些傳統賽道上的中小微企業經營者和相關從業者卻感受不到同等的改善。宏觀數據的平均溫度與一些人的體感溫度之間溫差便由此顯現。他這說的倒是很在理的啊，這個溫差怎麼來的？你看，首先他承認有這個溫差，這就是對吧？一個進步，總比不承認要強啊，總比捂嘴要強啊。你說溫差，他說你制造焦慮、販賣焦慮，給你發個口罩。人工智能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是加速這一結構性分化的重要變量。過去電力互聯網普及歷經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演進，
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落地需要配套基礎設施和生產力重新布局。以電力為例，即便將舊有的廠房動力源替換為電動機，整個工廠的工作流程和空間結構仍受舊有框架制約，效率提升有限。只有新建工厂才能按照電氣化邏輯重新設計布局，實現效率躍升。而今天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周期大幅壓縮，2024年一個大模型的版本迭代平均約需132天，到2026年這個數字已經縮短一半，甚至在某些場景下按天計算，從技術突破到產業滲透的路急劇縮短。一旦越過應用門檻，便會在研發、製造、服務全鏈條同步引發效率革命。這種傳導機制使人工智能既是加速器，也是分水嶺，抓住它就能獲得變革的加速度，搶占未來競爭的制高點。遲疑觀望則很容易被拉開身位，鎖定在不利位置。於產業如此，於國家亦然。縮小溫差不在於削平差距而是在於讓新技術和積極效應更多一些，調整震盪更少一些，讓新動能更快惠及大多數人。我國從一開始就以落地應用為導向，牽引人工智能技術嵌入各行各業的實體場景，走出了一條讓技術價值在產業縱深中充分釋放的路。今年上半年，我國規模以上製造業企業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普及率已突破 30%， 工業數字化、智能民生服務等場景持續擴容。這些擴容實際上就對崗位產生了一個擠壓，更多的人失業，那就更多的人覺得冷。從生產線的智能質檢到鄉村的遠程醫療，從中小企業的雲端管理到個體的創意輔助，應用邊界不斷拓寬，轉型機遇大量釋放。機會不只是在少數新興產業中有，傳統產業同樣擁有被重塑的潛力和空間。普通勞動者同樣有機會獲得技術的賦能與提升，主動擁抱變革。眼前就是風口，距離固有路徑看到的只能是下坡。文章說總之我們既要看到宏觀數據的整體韌性，也不能忽視群眾的真實冷暖，对吧？這冷暖是真實感受不僅要重視，而且要呼應。時間凍長了，人會凍壞的。縮小溫差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實實在在的改革和政策，讓宏觀向好轉化為群眾可感可及的民生改善。當前新舊動能轉換處於關鍵階段，越是這種時候，越要把穩增長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以大盤之穩托住民生之底，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在加快培育新動能的同時，大力推動新技術向傳統產業滲透擴散，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打通技術轉化應用通道，讓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從高光行業下沉到街巷角落，使动能轉換成果更快、更廣地惠及每個行業、每個群體。要看到轉型是爬坡過坎，總有人步子慢一些，必須守住受影響行業和群體的基本生活底線，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還要認識到宏觀數據是客觀的，但人的感知是複雜的。經濟宣傳要既講宏觀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也要客觀回應群眾關切。你看這個說的還是對的你不能光說這個向穩向好、向新向優，對吧？穩中向好，前一片大好，但是群眾的關切、群众的這種溫差你視而不見，在宏觀數字與微觀體感之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讓經營主體和人民群众看清楚大勢，及時調整預期和行為，跟上經濟社會發展的腳步。他這個文章总體上值得称讚。称讚什麼呢？
值得称讚的地方是，作为求是，大大方方的承認了啊温差的存在，承認了大家的温差是合理的，是感受到温差是对的啊。他这個文章啊，我看胡锡進老師啊轉發了胡锡進的評論啊，他說啊，求是網的這篇文章非常好，正面談了溫差的問題。其實溫差之所以近來凸顯了，還是因為有相當一部分群眾感受到了低溫。我們高科技進步如此迅速，可歌可泣，經濟轉型絕對走在正確的軌道上，國家未來可期。只是高科技能夠帶動的就業和消費繁榮，短期內都是有限的，完成動力轉換需要時間，所以彌補房地產下滑對民生造成的衝擊，仍會是未來一段時間關鍵挑戰。這是胡金老師說的啊。他說胡金老師開始呼籲了啊，他說啊，效益好的企業多招一些人，擴大就業吧，收入高的人都好好交稅吧。那是我感覺他是那個啊，又在諷刺加托老師啊。這加托老師一看這個一口老血又吐出來了啊。收入高的人都好好繳稅吧，各地政府部門都好好保護營商環境吧，各地司法機關真正杜絕趨利性執法，不搞遠洋捕撈交錢犯人那一套，還要多鼓勵創造吸納普通人就業的工作崗位，盡量減少低溫感的人群，這應該是全社會共同奮鬥的目標。胡金老師說啊，中國人真的很勤奮，也很通情達理，有困難先想怎麼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中國只要是和平的，轉型期有點問題和困難，絕對能跨越過去。那些戰亂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命運，以及美國那樣的嚴重兩極分化，都不屬於中國。實事求是，看準問題。中國治理的傳統就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化解溫差，我們一定行。這個胡金老師啊，就為這個求是網叫打了個補丁啊，捧一個臭腳，拍馬屁吧。所以我剛才說了啊，求是網他承認他正視這個溫差，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啊，它裡面談的這些東西啊，它是解決不了問題。想法是好的，但是解決不了問題，為什麼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啊？就是求是網他這篇文章啊，它不是從這個底層勞動者角度去看的，它更多的從組織、從企業，對吧？從行業，唯獨啊，它不是從這個勞動者視角去看。如果從勞動者視角看的話，那勞動者關心的是什麼？關心的是就業崗位。勞動者關心的就業崗位，關心的是收入、工資。那你說你這個，對吧？新舊動能，你這個高科技，你跟我的這個有什麼關係呢？恰恰是人工智能這些把我的工作給擠掉了。我們有很多碼農失業，不就是因為他們企業，部署了人工智能，對不對？本來是6個碼農的，現在只要3個了，3個碼農加上人工智能夠了，那3個碼農就被人工智能給擠掉了。那對他來說，這人工智能這種新舊動能是個傷害啊，而且這種傷害的人是越來越多啊。胡金老師說啊，效益好的企業多招一些人，擴大業務吧。這個想法也是美妙的，也是非常好的。但實際上呢，企業它不是慈善機構啊，企業它要賺錢，它要盈利，對吧？它要那個利潤報表要好看，對，尤其是上市公司，它就要講究這個每股净收益，對不對？歸屬股東的權益是多少？這個玩意還得年年增長，年年增長，它那個估值才能漲，對吧？它的股價才會漲。那這些人家這都是企業天經地義的，那企業天經地義的，對吧？那他效益好的時候，他也不能隨便就多招人呐。我知道胡金的想法是好的，哎，你看啊，1萬1個月，那你這效益好的人多招幾個人唄，這樣解決就業，對不對？問題是什麼呢？問題是這些企業他現在面臨的是他要裁員，而不是要招人，他要維持他這個利潤啊，他要維持他那個在股東大會上要向所有的股東介紹，我們今年每股净收益有增長了20%。沒有增長，好的，那我們維持住了，對吧？今年啊，行情不好，整個行業都在萎縮下降之中。我們公司啊，通過努力，通過全體同仁，對吧？這個發揚拼搏精神等等吧。然後我們今年的利潤沒有下降，
同行都在下降，行業也在下降萎縮，我們沒有下降，對吧？都要取得這樣的效果。哎，如果行業漲了5%，我們公司漲了10%、20%，遠遠超出行業平均水平，成為行業的領頭羊。企業都得這樣，那他怎麼做到呢？那他就得控制成本啊，控制成本，對不對？那控制成本的時候，他怎麼控制啊？好，現在很多地方開始要社保啊，要足額繳納。這個當然了，這早就該足額繳納了，社保本來就應該足額繳納。但是我們現行的大家所有的社保好像都不是足額繳納，對吧？比如說你年薪50萬，他都不是按50萬給你交社保，他都是按那個什麼他有一個基本工資，按那個數去交。有的甚至按这個社保那叫什麼那個最低線給你交，很多企業都這樣啊，就是比如說，北京人按照5000還是7000呢交，那你就得按7000交，你管你工資是多少，最低不能低於7000。那很多企業實際上工資是2萬3萬，他也按7000交，對吧？這個大家都知道，企業都這麼幹。那現在好了，現在說你如果是發2萬的工資，那你就得按2萬交，不是按7000，你7000不行，要罰你，得按2万交。那好了，那企業，你想企業多交多少錢吧？一個員工費用，他能多出50%出來，那對企業怎麼辦呢？那企業他能做的就是裁員，對吧？我本來10個人，我要裁掉2，我把这2裁掉，我今年的人力成本呢，它才不會增長。所以在目前這個環境下，對吧？你社保在增加，基數增加，那企業的負擔就加重，企業負擔加重，但是企業也要追求利潤，對吧？不能掉，你得對董事會、对股東大會有交代。最終的辦法，要麼是裁員，要麼就是凍結招聘，不招人了。本來今年還招40個的，不好意思，不招了。有的本來今年沒打算招人，但是不好意思，現在裁了。只有這樣，他才能節約成本呢。你看啊，所以它就是個蹺蹺板的關係。那你胡一金老師說啊，效益好的企業多招一些人，擴大業務吧，說起來容易啊，到處都缺錢，到處都在想辦法往出擠錢。我今天看到媒體報道啊，就是咱們在香港，當然我沒買過啊，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在香港買香港的保險，對吧？香港保險很厲害，好像收益還挺高啊。然後現在好了，人家現在也出那個政策了，所以在香港的海外的保險都要收20%的这叫什麼所得稅，好像是這個吧，也叫徵稅。這個反映出什麼呢？反映出稅是不是加強了，對吧？對那個海外那個富豪，對吧？設立了離岸信託徵稅，這些都應該徵，但是這個時候同時出來，它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問題。不是說不應該徵啊，因為徵是應該徵的，但是這個時候同時出來，你就發現它不是巧合，所以這一切是吧，都構成了冷溫差。那求是網說通過新舊動能轉換來減少溫差，新舊動能轉換反而對吧，這溫差會越來越大。那怎麼辦呢？那怎麼樣讓企業他願意多招點人，對吧？你一失策你的政策，就讓企業他越多招人他越合適，而不是越多招人他越吃虧。企業逐利啊，沒有問題，人家成立企業的吧，擔着風險創業本來就是逐利的，企業逐利是對的。那你出什麼樣的政策能讓企業我招10個人不如招12個人，招12個人還反而合適一點。那企業他自然就願意招12個人，对吧？不要招10個，你的成本沒降下來，反而可能還多一些，對吧？你招了12個，發現成本也沒增加多少。那企業他願意多招2個人，對不對？多2個人總是人多力量大吧？那這玩意兒就得靠政府啊，怎麼樣去讓利啊？大頭怎麼樣，對吧？讓利。我們再看看胡適啊，紅綠市場，這個確實啊，自從我這個暢想紅綠市場光明論以後啊，這紅綠市場越看越可愛，越看越像那麼回事啊。發現對吧？你這玩意兒就是王八看綠豆啊，對上眼了，你就看這個。胡適紅綠市場，你遠看近看左看右看，你越看越順眼，你感覺怎麼走它都是對的。你看今天這走勢可以說沒得挑啊，上證指數漲了0.57%，恰恰突破3900點，就突破3900點就行了，所以它漲0.57%。深圳成指呢
微跌啊，人家就是調整一下，喘口气啊。昨天累了是不是？微跌啊，0.24%，北证50涨0.31%，你看非常含蓄是吧？你看再看看双创指数啊，科创50涨了0.45%，那昨天涨得多啊，今天你看喘一口气。科创综指呢漲1.25%，创業板指數微跌0.55%，游刃有余啊。昨天大漲，今天喘口气，不能对吧？这慢牛啊，記住這是慢牛，不是瘋牛，不是快牛。而且今天啊，成交量再次縮量，只有2.55萬億，這就表明籌碼鎖定性非常良好，大家都不願意賣，賣了就虧了，賣了就吃虧啊。今天漲多跌少啊，2789家上漲，2590家倒車接人，井然有序，我只能這麼說，井然有序啊，成交量量價配合，天衣無縫。今天我看這個資本市場上午啊，好像還萎靡不振，就是在回調震盪。到了下午，對吧？主力一看時機到了，不能再等了，所以主力果斷啊拉升，那走得相當漂亮，游刃有余。为什麼在下午要拉升呢？是因為我說了，我們是全球資本市場的指路明燈、壓艙石。因為那個時候啊，日韓股市正在暴跌，所以我們要看一下日韓股市啊。日本和韓國股市啊，受這個昨夜美股啊暴跌的影響，美股那個什麼半導體啊、存儲啊，好像又有什麼利空是吧？總之，美國它不一天利空一天利好，它就來回震盪，對吧？它這麼一震呢，亞太股市就受不了。他在那邊玩命的震，我們在這邊就玩命的壓艙石壓，看見沒有？這個就是這樣的啊，這個。有人就像那個有人不停的在那個蹦床上，对吧？這顛簸，我們的實際呢就是去壓它，穩住。所以你看這個韓國啊股市今天又是暴跌啊，好像就是今天又一次熔斷啊，向下熔斷，收盤是暴跌4.35%。你說這個貓一天狗一天的，你說韓國這些金融消費者受得了嗎？昨天又2倍做多的、5倍做多的，這褲衩子又掉了吧？日本股市也跌了0.97%啊。就這個還是因為我們啊下午啊果斷拉升，穩住了整個全球的資本市場，所以韓國它跌幅收窄了，本來是暴跌6%啊，收盤是跌了4.35%，這都是我們的功勞啊，資本市場穩定住了。8月6號，韓國綜合股價指數暴跌超過4.5%，跌至6200點區間。在隔夜華爾街科技股表現疲軟的背景下，外資和機構投資者同步拋售，對指數形成明顯壓力。我感覺這不大對吧？昨天外資剛買，今天外資就拋啊，那外資也是在做超短線是嗎？對吧？昨天不是媒體報道這個外資又在買入這個什麼 ETF， 買入這個韓國的這個存儲海力士啊、三星啊，怎麼才一天他就拋啊？說明這外資也不靠譜啊！看一下韓國股災，正是一場照進現實的鯰魚魷魚遊戲，正進行到最慘痛的一輪。韓國金融投資協會4月數據顯示，5100萬人口的韓國股票活躍賬戶達到了 1.04 億個，幾乎人均開2個號炒股。6月市場最狂熱時，互聯網瘋傳一則文案：成年以來最好的夏天，仿佛置身人類黃金時代。歡樂總是短暫的啊，可夢幻轉瞬破碎。從6月高點到7月中旬，韓國綜合股價指數最大回撤超 40%，120萬個槓桿賬戶爆倉，32個賬戶被強制平倉。炒股論壇裡滿是散戶崩潰的哭聲。諷刺的是，這場被包裝成躺贏的收割和近年來爆火的韓劇《魷魚遊戲》形成了映照。開場是用層層放大的暴富預期吸引參賽者入局，人人都以為自己能拿到巨額獎金。參賽的大多數是被現實困境推着走的普通人，和遊戲裡走投無路的參賽者有着相似的邏輯。主辦方在用規則營造出公平感，用看似安全的遊戲形式掩蓋風險，讓參賽者慢慢放下戒心。當然，這場遊戲的結局從一開始就寫好了。魷魚遊戲裡
一個贏家拿到獎金。玻璃房裡的 VIP 看盡熱鬧，455個人成了被犧牲的代價。場外還有下一批參與者等待入場。現實裡，7月這輪暴跌後70萬散戶損失慘重，但造富神話的敘事從未停止，交易軟件的誘惑還在，一夜暴富的傳說還在流傳，這場遊戲永遠不會結束。玻璃房的 VIP 們始終在等待下一批自願帶上號碼牌的人。韓國 SK 海力士、三星集團都實打實的是賺錢的啊，人家利潤排到了2029年，這個長單啊，就是合同啊，定金都拿到了，但就這樣，對吧？一樣的在收割。有很多人說，這有什麼關係啊？你拿住它，它還會漲。只有一種情況它會漲，就是你成為植物人，否則你看着它你是拿不住的。你只要打開賬戶，你拿不住，对吧？昨天吹的天花亂墜，說這支票多好，明天就同樣的理由，它就一文不值，就是個騙局。資本市場就是這種故事啊。6月份海力士那是，對吧？簡直是高不可攀，絕對未來的主宰。到了7月份就變成棄之如敝履啊，不值錢。那作為小韭菜，在裡面何以自處呢？你靠什麼賺錢呢？你相信它好有什麼用呢？資本它不相信啊。你可以拿着不动，拿着不动也有可能就是建功爺叔那下場。但潮水退去的時候，是吧？一切故事都失去了偽裝啊，邏輯就不成立了。所以說連韓國這樣的股市，對吧？連業績是實打實的，對海力士還有三星集團這樣的，都成了割韭菜的利器。那些講市夢率的，動不動400-500倍的，動不動3-4萬倍的，你敢拿着做長線嗎？套住了你敢一直拿着嗎？連海力士和三星集团你都沒有勇气一直拿着，那你說那些市夢率的，你敢拿着是嗎？所以說小散戶对吧，就不要去献愛心了。你再献愛心，你只能讓那些大镰刀主力科技新貴又是含淚，对吧？要去買套新房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